小朋友起床了，下巴接一下哦。穿上衣服帽子，这只人气猫咪化身猫道士出巡，不过表情却十分厌世，甚至还兼职猫媒婆。但是怎么直接趴下去了啦？每只可爱的猫穿梭在座位之间，让这间咖啡厅成为农历7月的约会好去处。客人来这边呢，除了疗愈以外呢，可以有猫咪陪伴，然后度过一个平安的7月份这样。台南吉祥物行阿喵这次也因为七夕化身成月老小帮手，调皮的玩起红线球，模样相当讨喜。充气装置还设计互动式红线，可以让游客们拍照打卡，再度掀起追猫潮。感觉这样子是蛮可爱的。只有台南有这只猫，七夕的时候也可以来台南求个红线。全新打造12只行阿喵的装置。好，那跟大家剧透一下，它有3种尺寸，好，有气球款的，有1公尺高的，也有30公分高的这种公仔款，那让民众可以各种方式去亲近行阿喵。文化局还推出与爱情有关的周边商品，包括红线手链以及广富号的正元零钱包。第一代行阿喵现在已经逐渐发展为城市意象代表之一。最近的经典公仔款式收藏询问度也增加，带来另类的文创商机。记者收台台的报道。